迎呱呱先生强下听筒日好。好是开始嘅动作呢，先将你嘅双脚合起来，斜跳弯弯，喊个你师傅嘅位所，天天呢草地天内蛋糕，好将你嘅双脚打开来，一隻跳前一隻後背，哪片嘅腳嘅跳前都做得。好第二位呢，你嘅雙手牽到雙腳嘅斜跳，雙手手掌並輕鬆，輕鬆嘅操練時候，你強壯我攞春潤背弄。好，你強壯身體串起來，冇背鼓鼓。好，跳起嘅時節，你對肚臍嘅位所並輕鬆，手並斜跳，向蹼並輕鬆，強勁自然並下來。你對兩骨每個位所開始行，日節慢慢地帶起來。好，再個日擺跳太起，準備強壯，向蹼並輕鬆，向後背，強勁並輕鬆。好強壯，你嘅兩骨日節慢慢地帶起來。好，再個日擺跳起，慢慢地並輕鬆。不你嘅背囊和個兩骨順順行下到，兩骨每開始行，慢慢地放起來，跳那最尾。好，你最尾日擺跳起，和個向蹼嘅位所向後背。好，對兩骨尾。慢慢地順起，最尾係跳那，好再個日擺跳太起，向蹼送出去，好冇問題了後，你要對跳那開始行，向跳前送，兩骨向跳前順起，慢慢地帶轉來，好再個日擺跳起並輕鬆，下啱手強勁並輕鬆，好跳那向跳前慢慢地來衝來，身體帶轉來。跳喊下太起，你嘅向蹼扎高向後背，當好強壯跳那向跳前順起，兩骨慢慢地帶轉來，最尾日擺你跳起背囊並輕鬆，好強壯你向跳前鬆，順喊下衝，好扎高慢慢地並轉來，出嚟非常好哦，撒下來你嘅雙手牽到雙腳界斜跳，將你嘅身體向你嘅掌片，好跳起高穩，再個日擺跳起，切手來做，兩片高穩做，好我記得跳起，好再個日擺你穩掌片，好輕鬆嘅穩到左片，再個來到你嘅掌片，好跳起高穩，撒下來呢你愛穩到掌片嘅位所，好你嘅向蹼帶領身體發起扎然。聽一扎，不你嘅身體鬼神嘟嘟發通道，當好來你穩片跳起，快扎然，兩骨並輕鬆，出嚟當好強壯向蹼並輕鬆，你嘅身體轉到東岸，好來你嘅雙手來到向蹼跳前嘅位所，交叉了後，你跳太起。雙手手把掌向冇背，好向蛋糕送上去。我記得咯，假時間跳冇送上嘅人，我記得手掌做得彎彎。見跳唔會同嘅人，你是盡量慢慢地將手向蛋糕順起。好第二位，你起人手向下那後背嘅方向，下眼向蛋糕，目珠慢慢地看蛋糕。好跳起跳那轉來，手扎高並轉來，兩骨向後背鬆，好強壯強勁並輕鬆並下來，好扎個日擺跳起手卡起來，下眼老手強壯向蛋糕轉潤，雙手向後背轉喊下到，好你嘅雙手並轉來跳前。強壯跳起向後背並輕鬆，好我提醒大家哦，另外隻方向幫大家看清楚，好向蹼和個兩骨是自然並輕鬆，向後背休息時候，好再個日擺跳起，雙手帶領你嘅身體向蛋糕，手盡量帶到後背，目珠慢慢地看到蛋糕嘅位所。好，你跳起手並轉來，強壯哦，你嘅向蹼扎高向後背，強勁自然並輕鬆。好，最尾日擺雙手帶領身體向蛋糕，做得嘅人目珠看下蛋糕對嘅。好，雙手卡到跳前，向蹼向後背並輕鬆。
好来你个双手强壮向蛋糕伸出，带领你个两骨向蛋糕十个伸出咯，而记得手袂跌下来哦。好，第二位你十个加上向铺个方向，向正片个方向。好，跳起往另外一片。等好十个跳起，最末日摆跳起往片。好，你大转来动往了后，锵锵改，身体向正片、左片按用音，发痛日下。出嚟，你双手并轻松，fin fin啊！好，两手并牵跳来到胸部嘅位置，身体向到正片。好，跳起往片。十个日摆另外一个方向，十个跳起到往位置。好，你身体转来，强让你加上速度，不你嘅身体发痛喊下抬，绕骨喊下松松。出嚟动好，好来，身体大转来动昂，跳太起手卡起来，好跳起手慢慢地打开来，肩头上下挺痛一下，本肩不用轻松。好，第二位呢，爱起人，将你个身体向到旁边个位置去，正片左片都做得好，做得冇，你个双手爱并到肩头个下背，双脚打开来，让你个肩头差唔多开，好跳太起，将你个食物收转来，背弄鼓起来，从咬耳个容耳。第二个动作做得不你个背弄顺顺喊下到。好，跳起食物卡起来，两股下起。你目珠爱看个位置，做得个人看跳天，喊做得个人下眼卡起来，目珠看到斜上方。好，十个日摆跳起，你个背囊箍起来。好，跳起食物上来，两股下起，目珠看到跳天。十个日摆跳起，你十个背囊鼓起来，跳起身体下起，你个下眼慢慢地卡起来。好，最末日摆跳起背囊鼓鼓，好跳起两骨下起，喊个目珠看到斜上方。好，第二位下眼手转来，喊个绕骨偏偏老体内强壮。你个双手向跳前，差唔多一只手把状嘅起力，唔是听到，笨蛋，你手嘅位置是喺啲肩头嘅下背。两下呢，你个手是跳前一点点，我记得食物嘅位置冇变。好，你做得先切，额头冇射下眼，面到体内。假使讲身体冇下仰嘅人啊，是做得向后背松，额头你面到体内当。好，呢个动作，假使讲你起到挺简单嘅法，你转起准备嘅动作，你会变形，身体向后背松，下眼牵到你嘅体内当，面唔到眉毛相关，你尽量做不用轻松之后，你目珠斜斜看。做呢个动作，你会起到你嘅肩关节，来个非常嘅松松。好，第二位听到一下诶，我记得跳起哦。好，你慢慢地跳太起，十个将你嘅身体转来，手来到胸脯嘅下背，好来食物慢慢地坐下去。手把中，你向蛋糕，好，你起来额头面到你个体内，好，两只动作，另外一只方向，把你个肩头喊个后背个背囊，并喊下轻松。好，手把中向下背，喊个身体转来。撒下来，将你个双脚慢慢地向后背，好，身体你扑连伫体内当，好，你两片个手掌伫你肩关节个下背，好，我记得身体莫跌下来，双手对下背松，记得身体卡起来，顺润你个绕骨，喊个目珠是看到跳天时做的。好，跳起并轻松，好，撒下来将你个手把中面到体内，好，轻轻个跳起身体起来，好，呢个动作绕骨冇嘛个好概念，手掌做得一点点弯，
做得好，韩国记得，而你嘅鏡頭冇超過行緊嘅方向，鏡頭不用輕鬆。韓國目珠做得嘅人，而你看到蛋糕，好頭氣不用輕鬆下來，扎高日擺，頭氣而你身體紅起來，好頭氣不用輕鬆，頭喊下太氣，好而你扎高日擺做得嘅人，而你把喊下過來。好，而你頭氣下來不用輕鬆，最每日擺嘅動作，而你頭氣強弱，身體放過來，目珠做得嘅人，而你盡量看到蛋糕，好來頭氣慢慢地不用輕鬆，將而你嘅身體鬆起來，食物向後背坐下去，而你扎個轉到準備動作。食物扎個坐轉來體內，雙腳打開來，一隻跳前，一隻後背，好多而你雙手慢慢地卡起來，扎個跳起打開來，扎個日擺跳喊下太起，手扎個不用下來，扎個日擺跳喊下太起，手扎個不用下來，好，大家做得當好，大家辛苦咧，拜拜。